为兄这一片诚意，你就把他吃了吧。兄长，既然你我都上不得去，我想把自己捞起。你想把他怎么样？你想把他怎么样？为兄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该问的事不许问，不该讲的话不许讲。你，嘿！好美。
齐梦林真配苦情，我们因为乱离，不留女女风流人，悠悠天内黑呀痕，梦碎流年长堤。娘娘，你休言我这不出门的堂门愿为真母庇佑下，一家好梦平安无忘。
孔明公去问。哎呀呀，有一太亮了，不一年就一两，真个大。娘娘，我倒要看看侬读得出啥子好呀！
一姑妈是素粉柳烟草，一姑妈就是我家娘娘。哎呀，娘娘啊，我可是谢家。谢家又怎么样？女郎织女，家教相为，共用其地，外应相配。谢家也要，谢家也要美我一哎呀，娘娘，天中宝地，娘娘，谢家自有地位，比不得外头人情啊，娘娘。
狼心狼虐贼，我狼心狼虐贼。好，我拿凳子去。没本事，那你没有两家人不牢。咱们要捆绑他们到天庭去告他。侬搞错嘞！我放绳子，专门不得有情人的心啊！我在前途涌泉真道人，新来时是否称呼他了？
就在你娘子命，哎，他，我的人
小先生，你还有我这个兄长，兄长，叫你只是并无沟通，你开口对吗？岂不遇上兄妹的情？好，我想问你，今日王母道言，你因何不到？兄长，表妹实在是忘了。你父恩忘了兄弟命，不服道义去家门，害得我左等右等，苦苦等来了这些李东兵，他要我往生干也不灵，他叫我说来挖山到外生，写小说四方人，传起我心中苦一份，想不到我最亲最的亲妹妹，今日无奈。今日我那不争气的娘亲痛如兄长，你身体怎么样？三妹，为什么没有死？家为兄。
我
立志为救娘娘，就是竟然修炼，不能救了。